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唔好以為有物業你就富有啊！其實有物業即係有租客，業主咧就變咗係佢哋嘅僕人，隨傳隨到。2026年4月2號啊，我就要將嗰個座廁移走，進行通大渠嘅厭惡性操作。因為政府咧限制業主每年加租嘅幅度，換言之啊，嗰啲長期嘅租客而家就享受緊低於市價嘅租金。我會發信通知租客噶啦，由而家開始，凡係人為導致嘅去水道淤塞，通渠費將要由租客承擔，以收阻嚇作用。其實由2年前開始啊，所有物業咧都經已唔包括剪草服務啦，嚟減低我哋嘅成本。租金收唔足，現疏地稅同埋牌費年年加，你話點頂？